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月1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最近前重庆市长黄奇帆他关于房地产的一个演讲，在网上也引起大家的关注。我看了一下，他主要是讲这一轮房地产调整是20年来最严重。当然，这个结论我想大家也不会反对，都能认同。他说，跟用改革来化解难题有关的就是房地产。中国的房地产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最近4年，从2021年到2024年间出现了重大调整。这个调整，如果你是根据年度指标环比、同比这么算，每年几个点，甚至10几个点，整体看不出到底跌了多少。你要把去年指标跟2020年的指标相比，这就知道4年跌幅有多大。很有幸，咱们这个频道从头到尾参与了，或者叫见证了中国房地产它的一个走势。从2021年9月13号或者12号恒大暴雷开始，那个就是中国房地产开始调整的一个标志，就是真正的见顶回落。如果从政策面来看，那比这还要早，3条红线。但是真正的说房地产冲顶见顶回落，应该标志性事件就是恒大暴雷，2021年9月13号。从那天开始，咱们每天都聊一期房地产，甚至有很多网友不明白，他以为我许家印有什么仇，甚至有人谣言造谣说我买了恒大的理财被套，没办法兑现，所以天天就盼着许家印倒霉。也很多网友都知道吧。实际上我一直解释聊房地产就是为了聊中国经济，聊恒大就是为了聊房地产。因为恒大暴雷以前是500强，许老板是首富，他是房地产最大的房企，他有代表性。就我们一共聊了，一直到现在每天都聊一期房地产，实际上是在聊经济。这3年多时间，房地产的走势，出台的这些救市措施，韭菜的感受，房企的现在的出现的变化，咱们基本上每天都在关注。根据黄奇帆的说法，他说你把今年跟去年比，你好像跌的还不多，把去年跟前年比好像也不多，但是这4年下来累积的跌幅还是很大的。如果你把今年跟2020年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黄奇帆说了5个指标。第一个指标，他说房地产包括住房和非住房，整个房地产的建筑量2020年是22亿平方米，2024年总的12个月数据还没出来，根据前11个月的数据，再加1个月的估算是6亿多平方米。这6亿不准没关系，大概就这个数，也就是2020年是22亿平方米，2024年是6亿，跌了60%多，将近跌了2/3，这是一个严重的下跌第二个，除了建房以外，建好的房子一手房销售2020年销了18亿平方米，去年销售量是5亿平方米，也差不多跌了60%。你看，这就是2个60%。第三个，土地批租量，他说2020年全国土地批租8.7万亿人民币，2024年预计就在3万亿，这还是比较乐观的。1到10月份土地批租量实际上就是2万多亿，就算后边2个月又加了1万亿，也就3万多亿。总而言之，8.7万亿减掉5万多亿，差不多打个7折，它这个下降2/3还不止，这个土地批租量下降2/3，这就是少掉了5万亿。我们想象2020年这5万亿是要花在什么地方，都有预算，发工资，保洁员的工资，老师的工资，公务员的年终奖，各种奖都在这5万亿。那2024年这5万亿没了，大家就知道为什么罚没收入超常规增长。说第4个指标，大家关心的就是房价，房价总体上跌了40%到5%，2024年底指标还没出来，到11月份全国统计指标跟2020年房价比跌了40%，有的地方多一点，有的地方少一点。这个应该是一个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也就是说北京上海这样的1线城市可能没有跌到40%，当然也有跌幅。那你像鹤岗，你像北京周边的燕郊，那这4年的跌幅恐怕不止50%这是个结构性矛盾。但是同样北京上海有的地方在涨，它不仅没有跌还涨，但是有的地方同样是北京，有的地方它也跌了，所以这叫结构性矛盾。第5个，市场一直占中国全部金融系统贷款融资的45%，去年老百姓买房的愿望大幅度下降，所以按揭贷款的年度量比2020年减少50%。开发商他倒是想要钱，但信誉不好，
负债率极高，银行不再大量借钱给开发商，所以开发商的融资能力也大幅减弱，这个减弱也少了50%。这个开发商贷不到钱，这个咱说过了，虽然有政策，有住建部的鼓励白名单，但是商业银行它从自身考虑啊，对那些已经不良的或者暴雷边缘的房企，它是不会贷款的，没办法贷款，你没有抵押物，它也贷不了。刚才说了啊，这个一手房销售2020年是18亿立方米，2024年是5亿立方米平方米，我们就按均价1万算，因为2024年我看好像新房均价1万，那么2020年的均价是1.5万，2020年这个一手房的销售额应该是27万亿，而2024年只有5万亿，我们按首付20%算，贷款80%，那也就是我们这估算就先不考虑全款买房的，那么2024年银行的按揭贷款它只多了多少？只多了4万亿，那2020年呢应该23万亿，也就是银行2024年比2020年按揭贷款这一块它就少了将近20万亿，这个数字挺吓人的，就是从这个数我就推算出银行的日子不好过啊。如果按照2020年的那个业绩，我们不说增长，保持2020年那个按揭贷款，那么银行2024年它应该放出去24万亿的贷款，按揭贷款，但是实际上因为大家韭菜不买房，它只放出去了4万亿，按揭贷款可是银行的优质资产，所以你说这个对金融行业的冲击有多大？但是银行居然跟没事人一样，这个谁信呢？这个不值得怀疑吗？对吧？你2020年卖了18万亿平方米的房子，1平方米是1万5，你给银行创造了多少按揭贷款？给银行做了多少贡献？2024年一下少这么多，银行的业绩还在增长，请问这个业绩是怎么来的？反正非常蹊跷。这中间还有很多人提前还按揭贷款，大家排着队。哎，我就不说这个银行给房地产公司贷款了，因为过去20年银行给房地产公司贷款那都是优质贷款，他那个钱通过各种渠道流向房地产行业，一头给开发商贷款，一头给韭菜也就是业主房奴贷款。所以黄奇帆说啊，银行的融资45%都是房地产行业，你想想差不多一半，这个是明账，明面上45%，那就暗中还流到房地产的，它绕道啊，因为银行你的钱流到房地产它是有规定的，各种限制，监管机构是有限制的。那房地产行业高歌猛进的时候，明摆着赚钱，那怎么办？所以很多钱是绕道流到房地产，要不然监管部门天天罚款罚这些银行，大家自己可以查。我的意思就是，银行里面的钱贷款恐怕有1半以上流到房地产行业。那现在房地产行业这个样子，刚才账一算，你就知道，占银行的优质资产的1大半遭受打击，现在低迷萎靡不振，怎么银行的业绩还能好？谁给解释一下？这个黄奇帆说，他说5个指标中3个指标跌了2/3，2个指标跌了50%左右。他说，在这个意义上，当然可以说中国房地产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调整，是20年来最严重的调整。回首看，房地产事业是90年代起来，到了2000年、2010年，整个20年其实没有一次像样的调整，一直是一路歌舞升平，一路发展。这次突然来了一次大调整，很正常，大家都能接受，都能了解。但是调整到什么时候，调整到什么深度、什么程度，大家比较关心。对韭菜来说啊，关心的就是你房价还有没有到底。这个有专家天风证券的宋雪涛他说啊，2025年房地产的最后一跌，他这么说的，他说从我们对竣工趋势的判断来看，2025年底可能会迎来地产竣工增速向上的拐点，后周期对经济拖累或将开始收敛，而竣工是地产链条最后一个环节，但竣工回升后，本轮地产下行周期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也将整体结束。2025年可能是房地产对经济影响最后一跌。从地产周期的角度来看，我们预计2026年有可能会看到中国经济 L 型的一横的出现。终于又有人提起 L 型复苏的那一横了，想起来了，我记得是2023年高盛说啊，咱们是 L 型复苏。后来2024年折腾了几下之后，很多这个机构把 L 型忘了，搞不清是在那一竖还是在一横。关于房价的判断，如果你要看总体的，那肯定是要下降，这个没有太大的悬念，因为韭菜的收入很难在短期内提高。但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不同的地区它表现不一样，有的地方恐怕房价还要涨，但这是在极个别地区，大部分城市的房价只有跌得快和跌得慢的区别。有些城市跌无可跌，因为它没有成交，它就横在那儿，你想把房子卖掉，你卖不掉，你挂出去没人问。现在2025年1月份，当然了，马上要春节了啊，本身恐怕也是淡季。现在你看这房产中介也不发小作文了，也不再吹嘘了，很多都是回家过年去了，是不是进入2025
2025年房产一下就淡下来了。我记得2024年春节3月份，咱们做节目一直说，那个时候我回顾一下，那中介还有媒体都说小阳春楼市又要起飞了，叫3月小阳春行情，楼市的那死多头开始吹，楼市要起飞高潮了。5月份房地产出现了历史上最大的政策，全面取消限购限售，首付降至1.5成，就是15%。这个房产中介又像过年一样再次高潮，对吧？9月底更大的救市政策又出来了，提出叫止跌回稳，这是任务，要很多人开始研究，这是政策要求止跌回稳，所以那个房价一定要涨了，再一次高潮。这么多高潮掩盖不了这房价一直在下跌的这么个趋势。所以我每次的建议，如果你想卖房，赶紧趁有人问，不要再坐地涨价，应该主动的降价，赶紧卖掉，因为越往后问的人会越来越少。2025很有可能有很多人对房子根本就不感兴趣，对房子感兴趣的人，他多多少少对房子还有执念，还想着房价跌或者房价怎么样，或者房价不跌，我是不是就要买房？2025年某个时间点，有可能很多人他根本就不再关心房子，绝了念想，这才是最大的危机，根本就不想房子，你爱涨不涨，爱跌不跌，反正我不买。当然不光房地产嘛，有很多行业都这样，突然没有了人，莫名其妙。你比如说这个商场，这些服装店，甚至有的餐馆，他就能深刻的体会到、感受到，突然有一天他就没人。我记得是武汉还是哪个地方，一个万达20平方米的天棚子顶棚掉下来，20平方米，3米长3米宽，这个4米长5米长4米宽，你想想这么大一面积的东西掉下来，居然一个人都没砸着，这是万幸，万幸中的不幸，说明这个商场人多少啊。面对这个情况，专家又建议了，这个建议探索设立国家房地产稳定基金，规模可达10000亿元。这是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这个连平他说，有7项政策建议啊。第一个是建议央行再将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额度从2000亿提升至3000亿，将再贷款利率从1.75%调降至1.5%，多措并举，释放有效民间投资需求。二是建议创新更多消费场景和服务需求，进一步支持旅游、餐饮、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服务开发，每年可安排1000亿到1500亿元适老化融资改造计划。第三个建议，从2025年开始，连续5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5000亿元左右，专门用于支持城镇化建设。四是建议探索设立国家房地产稳定基金，规模可达10000亿元，从中长期角度设立房企存量债务处置工具。五是建议将地方财政支出增速扩大到5%以上，加大民生投入，提升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中用于两性工作的支持规模，可以增加5000亿元。六是建议将3年内新增的6万亿元专项债限额使用节奏调整为231的额度安排，这个搞得跟踢球一样的，还有个阵型231，即第一年增加2万亿，第二年增加3万亿，第三年增加1万亿，同时将5年内每年8000亿元的专项债使用安排调整为第一年8000亿，第二年、第三年各安排1万亿，后2年各安排6000亿元。通过上述举措，尽快减缓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加速地方化债进程，使地方政府能够腾出手来，更大力度的推动投资和消费增长。其实参考境外一级交易商信贷便利、定期证券借贷工具，什么进一步稳定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这是第一财经报道的，专家一拍脑门，7个建议就出来了。这个建议反正都是花钱，政府多花钱。2024年的梗是什么？2024年梗我记得是大家的误解，就是专家总以为政府有钱，所以建议政府投资收购房子。政府总觉得这个韭菜有钱，所以政府就玩命的刺激韭菜消费，拉动内需，让韭菜赶紧买房去消费旅游。这韭菜以为专家有主意，都指着专家能出点好主意，都是误解，一场误会。2025年这个专家嘛也知道政府没钱了，那就忽悠政府赶紧多发债，没钱可以发债，多发一点就有钱了。这专家竟不出好主意啊，他出的这些主意还是在过去的那个模式上面加大力度，走得更快。以前那个模式上面，旧的道路上面要小跑起来，不就这意思？你发债多发点，多花一点。他就没有想到这个是个分配的问题，他也没想到说让韭菜怎么样，现在马上立即你的收入稍微多起来，对吧？让韭菜能马上就摆脱失业的痛苦，或者
者让韭菜即便失业了，也不至于马上就断档，马上就生活没有着落。专家他就不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专家还是把自己带入统治阶级那个角度，那还是个肉喇叭。我们看这个，说到专家，我们看经济学家马冠元今天发了个微博，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他说没人消费，东西就卖不出去，东西卖不出去就没有人生产，更没有人有动力创新。你看看是不是就这么个链条？所以消费才是关键的关键。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一些专家仍然要混淆视听呢？投资当然可以带动增长，但没人消费，投资要么带来更大的产能过剩，要么是一锤子买卖，要么纯粹是为了数据好看。这也是非常简单的道理。马冠元说把钱用在弥补消费短板上吧，把钱用在弥补低收入群体社保住房养老上，把钱用在老百姓身上，这才是真正的长期投资。你看还是忽悠政府去什么投资大基建，就买房子，忽悠政府去干这干那个的，你不如让政府把钱花在老百姓身上。这个道理比较浅显的。你政府又去盖什么老干部疗养中心100个亿，那干啥呢？只能让那些兜里没钱心里没数的人又高潮一下，厉害了我的国。这个建筑好宏伟，好气派。马冠元说我们的消费确实太低了，全球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低于40%的国家毕竟是极个别的。你看极个别的国家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低于40%，咱们很荣幸。有消费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这是常识，无需多么高深的经济学理论。所以以后所有的专家建议，只要他没有建议如何提高韭菜收入，提高韭菜的保障，那这个专家那就是个肉喇叭。经济是什么？说通俗一点，易于理解，经济就是做蛋糕。权力是什么？权力就是分蛋糕，有人做蛋糕，有人负责分蛋糕。制度是什么？制度就是约束怎么分蛋糕。好的制度它要求分蛋糕的人，就是你切蛋糕的人，你最后一个拿，让别人先挑走。坏的制度那就是切蛋糕的人他先拿。你看看那什么叫宣传呢？宣传就是要让做蛋糕的对分蛋糕的而且先拿的要感恩戴德，要感谢感激，毕竟人家还给你留了一个，没有全部拿走。什么叫报道？报道他说这个人又分蛋糕又拿蛋糕，这叫报道。这个是叫长江云新闻，他报道了一个文章叫出生人口快速增长，楼市火爆，为什么是天门？这湖北的天门居然出现反常现象，到访天干，说最近一段时间天门这个身处中国腹地的5线小城在网络上被频频提及，不是因为陆羽，也不是因为棉都，这一次关键词是人口。2024年天门出生7217人，同比增加17%，也就是咱们现在不是说人口出生率在下降吗？但是2024年天门人家是增长了17%，出生人口8年来首次有降转增，17%的增长放在全国来看也足够吸睛。很多人一脸问号，天门为什么？主要是说天门出台了关于鼓励生育的5条政策措施。简单来说天门的这些政策措施回应的全部是痛点，最直给的当然是经济奖励。拿育儿补贴来说生育2孩、3孩的天门市户籍夫妇分别可以获得2300元和3300元的一次性生育奖励和分娩补助，并且每月还能领取800元到1000元的育儿补贴，直至孩子满3周岁。除了补贴还有减免，有年轻夫妻现身说法，什么唐氏筛查、无创 DNA、产前检测都免费，基本没有花什么钱。人工受精和试管婴儿还能3000元到1万元的补贴。年轻夫妻焦虑生了孩子以后生活质量下降，多孩儿家庭操心的是房子不够住，购房压力大。很快5条措施又细化成了7条意见，在这里除了真金白银以外，也有正中年轻人下怀的休假政策，以及一系列满足孩子成长的托幼。算个总账以一个生育3胎的家庭为例，基因筛查减免费用1000元，一次性生育奖励3000元，产假补助4800元，育儿补贴每月1000元，鼓励生育购房奖励12万元，产业工人购房补贴6万元，育儿补贴发放至3周岁可以领3.6万元。如果买房，这18万元购房奖励和补贴将派上大用场，全部7项叠加在一起可高达22.51万元，这个力度还不小。湖北天门这么个地方，这么大的力度，怪不得生孩子一下增长了17%。实际上我有印象，天门人在广州打工的
非常多。广州好像有什么服装还是什么，有一两个行业这是天门人垄断，也不能说垄断，天门人非常多。我觉得恐怕还是跟天门人的收入有关系，也有可能他们在广州赚到钱了，也有可能是赚了钱之后，但是目前生意肉眼可见的不行了，就是卷得越来越厉害。但是老家你看出台这些政策，闲着也是闲着，他就生孩子去了，反正有补贴。我觉得这是原因之一，要不然你不能解释为什么天门人口出生率还增长了17%，但是总的数量不多，一共就7000个小孩就是2024年出生了7000多个小孩，那也是增长，那就说明政策再加上经济形势，再加上他们自己的基础条件，几个一共振，生孩子这就多了。最后我们再看看，又有专家建议取消一线城市限购，这是清华的报告说指出房地产取消一线城市限购是短期内最四两拨千斤的改变大家预期的办法，同时针对市场的开发主体能够有相应的充足信贷措施。与此同时，经济发力的最核心是要发行超长期的国债，一定比例的间接税要转向消费力，更加积极的改善营商环境。至于什么增加消费、改变营商环境，这个都没问题。他说取消一线城市限购能够起到四两拨千斤、改变大家预期的办法。我这个也很奇怪，这专家锲而不舍的建议北京、上海取消限购，真实的目的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取消限购，广州作为一线城市已经取消限购了，房价涨了吗？稳住了吗？不要说那些二线城市早就取消限购了，一线城市广州是不是9月27号取消限购的？有什么变化？深圳很多地方取消限购，所以说你指着北京、上海取消限购能改变大家预期，这个显然也是清明节烧报纸糊弄鬼。北京、上海放开限购，无非就是让周边的跌得更狠一点。当然对北京、上海的楼市那肯定有帮助，但是对其他的城市不见得是好事很有可能是灾难。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